的莲友们，大家都好哈！阿弥陀佛，大家平安吉祥。下面呢，师父要很简单的，透过这很通俗的话来告诉大家啊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佛真正的目标。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？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概念。 这个想法一定要端正，不能偏差。我学佛是什么？学佛用意在哪里？好，师父现在用这一张简短的话呢，来大家鼓励啊，互相提醒。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正确的看待人生呐。你学佛要用意是什么？我们要很正确的哦，不要偏差，不要去追一种错误的解释。 我们要看待这个整个人生，从你出生一直到往生，这个人生的过程，你所遭遇的喜怒哀乐啊，荣衰，可能有很光荣，有的时候也很衰败，有时候种种这些一切诽谤啦，有时候是你是荣誉啦，种种这一切的过程，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人生？透过 这个佛教的无常观呢，这无常它是不是固定的？今天这样，明天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这个人世间，我们的星球啊，或者矿物啊，都有成住坏空，人有生老病死。你看我们动物嘛，动物都有生老病死。我们植物呢，植物啊，有生住异昧啊，生住一直不断的在变。 不断的在动。过去你看，我们青藏高原嘛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因为经过地壳的变动，所以现在你看，以前是在大海里面呢，青藏高原是在大海里面。你看，经过几亿年了之后，它现在浮在上面了。我们这整个地球7大洲啊，让以前是连在一起的。 慢慢，几亿年以后的今天，它现在分开了，变成7大部洲，而且你看，又是因为天气种种温度都不一样了，所以你看，随时都在变，这叫做无常。佛教的无常观，透过这样子无常，他知道说，原来他没办法固定的，没办法永久保持这种常态的，你知道，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呢？佛讲的话是告诉我们，很多事情虽然很美好，但不会持久不会持久。虽然很好，但不会是固定的保持很长久的，都是美好，不可能的。很多时候虽然痛苦，但终究会过去的，一定会过去。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明天可能或许马上兴致高昂啊。 马上啊，欢天喜地的，非常开心，非常乐观。我们随时都在变，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无常观，无常的道理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太在意，不要执着啊，不要去执着它。那这样每天快快乐乐的，欢欢喜喜的，各位，这样子的人生才有意义。希望透过这样简短的来告诉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